兒媳婦兒媳婦喺粵語叫乜嘢？係新舊嘅新定係心臟嘅心呢？呢兩個字都得。老婆點樣稱呼自己嘅老公嘅爸爸？係啦，傳統嘅稱呼咧叫老爺。嗱，老婆稱呼老公嘅爸爸可以叫家公，傳統廣州叫做老爺。咁稱呼老公嘅媽媽呢？奶奶啊，亦都可以叫家婆。咁啊，呢個老公嘅爸爸點樣稱呼自己嘅新抱呢？呢個就叫家嫂啦。徐榮禪咧，佢之前去香港演出，咁佢有一個前輩叫做郭晶晶。郭晶晶嘅家公咧係霍震霆。咁啊，霍震霆同郭晶晶咧一齊去同全紅嬋食飯。咁啊，全紅嬋同郭晶晶就影相啦，跟住霍震霆就想嗌郭晶晶將自己介紹俾全紅嬋認識，於是佢嗌郭晶晶乜嘢？家嫂，因為郭晶晶係佢嘅新抱。呢啲稱呼咧都係1700幾年嘅。晉朝咧原來喺北方噶嘛，喺洛陽長安嗰一帶嘅。但係後來咧，司馬氏8個仔爭做皇帝，所以搞到天下大亂。咁有一部分人咧，佢就逃咗嚟廣州呢度生活，於是將好多1700年前嘅表達帶咗過嚟。